灵剑宗是神荒大陆前10的门派，目前最强的是武神宗，也是气运之子所在的宗门。但是我记得灵剑宗可是有一桩大机缘，九黎大帝转世者江离就在这里，现在还未崭露头角。只要我抱紧这个大腿，哪怕遇到气运之子我都无惧，更何况是洛少卿这种小人物。但是几万人的宗门找一个人，无异于海底捞针呀。公子，小心着凉。公子，少女岂是我等凡夫可以接触的？她根本就没把我们的婚姻当回事儿。3年了，你连她身旁3米都靠不进去。公子，是情人多嘴了，公子勿要责怪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别来这一套。我就是想到点烦心事儿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起来吧。你是我救命恩人，以后不用对我行跪拜之礼。不行，公子，这是为奴的本分，但礼不可废。多好的姑娘！哎，对了，你在宗门活动之时，有没有碰到一个名为江离的姑娘？大概也就是17、18岁的样子。怎么了？清渊本名便是江离，只不过一直侍奉公子，便以奴名自居。你叫江离？你真的是江离？公子，你弄疼清渊了。开局天虎啊！这他妈不是主角待遇！我得好好抱紧这双大腿。要不，小爷我亲自养成。公子，你来试炼石碑是要做什么？闯秘境，拿造化。你要开始修炼啦？修炼？哎，不，太浅薄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天使投资人吗？过不了几日，小爷我将会在整个宗门横着走。少女，那不是宗门吉祥物云天河吗？他也来挑战秘境，搞笑呢。圣女和大师兄，哎，听说圣女已经突破到化神境后期，这回该不会要尝试地级秘境了？地级，听说8级都能通过了，九死一生啊！我没看花眼吧？云天河，你个废物，也敢来闯无尽试炼？是不是觉得这样能死得更轻松一点啊？喂，云天河，别白费心思了，无尽试炼可不是你这样的废物能挑战的。就算你通过了最低级的黄级试炼，也配不上圣女多看你。师傅，我要闯秘境！你敢无视我？哎，小月，没事儿，这种蝼蚁何须我多在乎？你小子可算是开窍了，王吉对于你来说还算凶险，一旦遇到危险，可大叫一声，我便将你接引回来。过来吧，我送你进去。丢人现眼，不要让流言扰了道心，修炼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。师傅，我要挑战天级秘境！你说什么？公子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天级，别说圣女了，哪怕掌门青灵都未必能通过。哼，不自量力。天级秘境皆由无法飞升的大地执念坐镇，神荒大陆自古以来就只出过2位大帝，且皆未能飞升，可见其难度。没错，想解除大地执念，无异于点出飞升之法。区区筑基境，不是找死吗？也好，倒省得我亲自出手了。云天河，你倘若想以此事吸引我的注意力，大可不必。不若乖乖回你的凡间去，做你的富家子弟，修仙一途，与你无缘。滚回去，想好了再来。
师傅，我想好了，我就是要挑战天级。这天级秘境确实造化通天，但掌门挑战10次未果，若非实力滔天且由我接令，早已命彻其中。你凭什么？天地玄黄4级，每一级的难度都比上一级增加100倍。如果没有气运之子出现，这天宫确实能。可小爷我是穿越者。什么穿越者？我是说，我有无敌心，当锐意战机，纵横天下。公子变了。够狂，像我！大长老，云师弟有如此宏愿，您何不成全，让他赴死呢？随你了。谢师傅。等小爷出来，你就离杀青不远了。这什么直觉？走了，师傅。放开我！我要救我公子！天级之上，机缘独一无二，进去只会让挑战难度倍增。死1次跟死2次有区别吗？宗门除我之外，竟还有人敢闯天级秘境。云天河，这小子找死不成？老子渡劫都挑战不了，区区筑基境。也罢，4多年也省得我去云家退婚。进去了。算了，今晚吃席，大长老大弟子命丧天级秘境，大喜呀！这竟然是初代大帝的一天奇局，天下无人能破的一天奇局，云师弟的运气可真不错呀！小友，你似乎对此局颇有见解。此局，然也，老夫苦做1000年，便是为了这逆天而行，死中求生。小友，若不可破局，在此伴老夫长生如何？谁要跟你个糟老头长相厮守啊？我现在就给你破了棋局。小友倒也有趣，你大可一试，但记住，机会只有1次。不如放肆，冲我云霄。1000年了都下不明白，那还下什么？混账小子，你要是下不成，我还能拼了老命把你捞出来，把人棋盘踢了，怎么捞啊？白痴，真是自寻死路。他要死了。圣女怎么好像在担心云天河？舔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舔出感情了。闭嘴！感情？他这种废物也配？圣女不过是失望于他大话说尽，依然不起波澜。公子，是清源无能没能保护好你。若你死了，清源也绝不独活。妙棋呀，妙棋呀，好，好啊，妙棋，妙啊！
初代大帝是被气傻了吗？啊！大地之能辐照万物，哪怕是一缕执念，也能让灵剑宗一死命。你是想死吗？陷于天地之中，若无掀翻天地的勇气，怎能与天对弈？小友，你真给老夫上了一课，让老夫得以白日飞升，妙极，妙极呀！前辈，您别总笑啊，奖励呢？老夫纵横神皇大陆360余载，这造化金莲乃是老夫身上最顶尖的宝物，可令你功德加深，助你修炼速度提升100倍。若运气好，或可觉醒前世修为。送你了。多谢前辈。以变数挑战天命，你小子很有意思，我在上界等你。这也能行？变数挑战天命。公子，没事啊？没事，我好着呢。哎呦，你说这莲蓬怎么用啊？熬汤喝还是直接吃啊？扎不扎嘴啊？七元通天，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接下来就好好修炼吧，有此宝物傍身，前途无量。谢师傅。巡天河，宝马配英雄，大长老不过是宽裕于你。纵然你有造化金莲相辅，也发挥不了作用。不如将宝物献给圣女，说不定圣女会给你一些机会。云天河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对你来说不一定是一种机遇，或许是一种灾难。你意思是给你就合适了？当然，圣你乃灵剑宗天赋最佳者，若是有造化金莲相辅，必然能带领我们灵剑宗成为神皇第一大宗。给你用，简直暴殄天。这么想要啊？喏，自己闯秘境拿去呗。等九黎大帝觉醒之后，什么灾难，小爷平推。公子，走，咱们呢熬莲蓬汤去。只不过是踩了狗屎运罢了。放心，这宝物他拿不着。哎，公子不可！有何不可？怎么能让女孩干这种粗活呢？公子，你何以对清源如此放纵？清源不过是一介贱仆。哎，不允许再这么说自己了。对我来说，你不是仆人，你是我家人，懂了吗？我怕你大帝记忆一恢复，一巴掌把我拍成肉饼，还不如跟你趁机拉拉关系。江离，此生一定要好好侍奉公子。谁要江离？过来吧。啊！哎，你干嘛？伺候公子修炼啊。不用。这温度啊，刚好能挥发洗髓液的功效。你快修炼吧，别浪费。不可，公子。又有何不可？洗髓液价值万金，清源身份卑微，不配享用。若是浪费了，清源万……我都说了不许再跪了，而且我说你行就一定行，相信自己，能不能咸鱼翻身，就看今天了。可是哪那么多可是啊？
就这么点洗髓液，我还看不上呢。等我将来天下无敌了，你跟不上我怎么办？是这样吗？当然啊，等你修炼有成，小爷还缺洗髓液，天才地宝，人家都跪着送上门。好了，快，抓紧时间，待会儿水凉了，我出去等你。多谢公子。我的个妈妈咪呀！天道灵韵，是谁竟如此大方？只是易散的灵韵，便能突破瓶颈，重新地带岂不是？妖星闪烁，大灾将至啊！看清楚没？是紫薇帝星。神荒大陆要变天了，此人在我宗门见大兴啊！哈哈。真没压缩宝。云天河，造化金莲借我一用，如何？云天河，造化金莲借我一用，如何？早不来晚不来，突破关键时刻你不来。不愧是造化至宝，单是天地异象就出现了至少3个。不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不会吧，云天河，此等宝物，你给一个剑仆给用啊？我的东西给谁用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倒是你在宗门内这么明目张胆的夺宝，你把宗门戒律当什么？灵剑宗历派1000年，向来以强者为尊，杀你一个废物，成就圣女一剑镇世大能，掌门也只会抚掌称好。你们还真是势力的清奇呀！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把东西交出来，亲自赠送给我，我开心了，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否则，别怪我不讲师门情义。是吗？那就试试看。好胆！公子，专心修炼，此刻动身，灵气倒灌，身无尽气。我为什么总是拖后腿？不行，为了公子，静心，静心。还真是主仆情深啊！不过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乃元婴境后期，你只不过是个筑基前期。上次把你打个半死，你还得不到教训，你还敢拦我？拦不住也要拦。如果这次失败，我活得跟猪狗也没什么两样。
那我就成全你们这对贱种，让你们在地下再续情缘。死来！什么？难道是因为天道灵月？我操，这突破速度比坐火箭都快啊！刚有只蚊子。你敢欺负我？公子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有点侧漏。贱婢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跪着把造化金莲交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要你家公子狗命不保！别听他的，我好得很，我一顿能吃3头牛，还敢嘴呀？云天河，为了一个贱婢，白白丢了性命，你还真是蠢得可怜啊！你不懂，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未知的风险叫赌博，已知风险的叫投资。都开始胡言乱语了是吧？我没工夫跟你耗，我现在就解决你。我的狄大人，再不快点，我就撑不住了。住手！大师兄，在宗门内杀人夺宝，传出去有损林剑宗脸面，还真是活该。我警告过你，身怀重宝对于你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。在宗门内，我还说得上话，但若让外界的人知晓，迎接你的就是整个神荒大陆的追杀。所以呢？把造化金莲上交吧，以你的修为，把握不住这等机缘。公孙晴，你们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上交之后跟掌门申请使用，你的算盘珠子快崩我脸上了。云天河，你放肆！圣女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知恩也就算了，还敢胡乱揣摩圣女心思。胡乱揣摩？你问问你家圣女，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我确实有这个想法。圣女，至宝能者居之，我的强大能让宗门成为大陆顶尖。你呢，云天河？人要有大义之心。我告诉你，道德绑架对我没有用。这造化金莲是我自己拿到的，想要带着你的舔狗大队长自己拿去啊！你找死！对不起，公子，情缘急火攻心，没能彻底炼化造化金莲。没事，我还有办法。作孽呀！造化金莲这等宝物，这小子居然给一名贱婢用上了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云天河，我知道我这3年以来一直拒绝你，让你心有怨气，但你要明白，你我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。你用这种手段羞辱我，不会让我心起波澜，反而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羞辱你？什么时候？你未免也太傲过头了吧？合着天下宝物只能你自己一个人用是吗？不然呢？他道伤已成，再无寸进，若无至宝滋养，这辈子就和你这个废物一样。你把资源浪费在他身上，你图什么？我怎么做不需要你们来评价，在我眼里，区区圣女罢了，根本不及江离半分。一名贱婢也敢与圣女相提并论？他修炼有成，第一个先善。罗少卿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以造化金莲为主，再比试一局。如果我赢了，玄天冰魄还给我，怎么样？玄天冰魄对于修复道伤颇有功效，必须拿回来。就你跟我比试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这跟白送的有什么区别？但是我需要1天时间准备。1天？别说跨越这金丹境了，恐怕连养生都不够吧？我仁慈一点，
我给你3天时间，宗门比武，你要是不来，就把造化金莲拱手相让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公子，听说洛少卿在宗门之中修为仅次于圣女，清渊不值得。你值得。比武的事情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多亏清渊实力不济，否则定能为公子护道。你可是我的大底牌，区区小伤，倒是你没有炼化金莲，有没有伤哪儿？公子伤成这样，却还在记挂清渊。公子，清渊没事，但是……好了，别说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公子，清渊不需要休息。我让你休息你就休息，接下来我要带你巩固修为。公子，您说的巩固修为就是钓鱼啊？这2天我们不是逛街就是吃喝，还买了一大堆无用的武器，甚至还逛了青楼，压根就没有修炼呀。您不备战，如何能应对洛少卿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个叫做心理战，出奇才能制胜啊！心理战，这是何意呀？按我说的做就好，我早有准备。哦，嘿，上钩了！清渊，好了吗？公子，这真的对修炼有帮助吗？当然有用了，这可是我花重金用白金蚕丝打造的秘宝，当然有用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好了，快出来。感觉怪怪的。哪里怪？这有用吗？有用，当然有用。公子，你受伤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上火，心愿了却，死而无憾了。公子，大师兄，他们还像往常一样，一直在碧水湖游山玩水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生死关头，还在游山玩水？确实是这样。哎，大师兄，听说他们在山下青楼里还包了个花魁，每天在青楼里夜夜笙歌，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包花魁干什么？难不成在修炼什么邪功？这小子之前突然突破，会不会因为这个？大师兄，依我看呢，这小子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嘿嘿，想提前享受享受。不，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他要是真这么觉得，让他直接认输不就好了？这里边一定有诈，但到底是什么？师兄，您不会怕了吧？怕？我堂堂元婴后期，我怕他一个筑基期的废物。师兄，哎，是我多嘴，是我多嘴。去，再探再报，他一定想趁咱们休息，偷偷进行布局。狮子搏兔上尽全力，我一定要让他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。是。云天鹤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脱了。云公子，我们之前谈的可不包括这件事。放心，你一定会爱上这种感觉的。我们可是开了钱的。好吧。清渊，你帮他。是。公子，你怎么又流鼻血了？没事儿，我体质特殊，气血旺盛，一个月揍那么几天。去，快，你俩继续，你俩一起。啊。
今日宗门大比武，凡真传弟子都可以参加，胜出者奖励造化金莲、极品仙石3枚。哈哈哈哈！造化金莲，那不是前几日云天河挑战天级秘境时的奖励吗？据说是他与大师兄打赌比斗，莫长老却让所有人都参与了进来，所有人都有机会。就他那垫底的修为，在场上所有人遇见他，那如同打狗，是吧，乐师兄？你的徒儿拿到造化师，随即异象浮起，你确定与他无关？他没这个本事。也罢，据说这潜能能在生死之间爆发。我交代了他们不要留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哈哈哈，不介意。这擂台向来只愿输赢，不论生死。少女，那个云天河不会不敢来了吧？来，重伤离开；不来，还能留个全身。以洛少卿的修为，这宝物他无论如何也保不住。乖徒儿，希望你能懂得激流勇退。这宝物没了，可以再找。须知活着才是最大的忌惮。时辰快到了，云天河，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唉，还算懂得权衡。来了！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准备东西有点多啊。来，张生，糊涂。云天河，你还真敢来啊！玄天冰魄，唯我云家至宝，怎么能落入他人之手？况且昨夜祖师爷托梦给我，说我今天必胜。那你祖师爷没告诉你，你今天就可以下去和他团聚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开始吧。不是跟洛少卿对阵吗？云天河，莫长老说了，今天这场比斗乃是真传皆可参与。若你第一场比试输了，那就滚蛋吧，剩下的宝物争夺也就没你的份。师傅，他们一群真传弟子，称战打我一个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傻子，你跟他打还有命乎，跟洛少卿打，为师很难保你。身怀至宝，必承其重。若今日你无法胜出，你又怎能在神荒大陆众多修仙者的追杀下生存呢？就是，与其便宜了其他门派，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好，这么整是吗？来，公子，你伤势未愈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吧。没事，玄天冰魄用处极大，我必须拿回来。在场的，等小爷崛起了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小爷我上门亲自把账全要回来。来，在场的都是金丹境往上，你没这个机会。云师弟，得罪了。世伯兄，嘴上说得罪，你出手可毫不留情。造化至宝，谁都想要，我可要认真了。好，那我也不客气。打个金丹都这么费力，还不留手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不是，金丹打筑基，你好歹给个武器啊！你连武器都不给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天道灵域这效果真是拔群，有破绽。什么？世伯居然输了！突破了，哈哈哈，不错。莫长老，我记得你这个徒儿3年来
一直都是筑基境前期，3天从筑基前期跨至金丹境，即使有造化金莲，能做得到？就不能是他天赋异禀吗？哈哈哈！那如果真是天赋异禀，那为何在你这位剑仙的指导下，3年来寸步未进？没关系，我早晚会知道他的底细。三才兄弟，请战云林之地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也别太不要脸！刚才你们金丹打筑基，现在还要3打1？天河，三才兄弟默契天成，向来3人如1人。那他们尿尿也在一起吗？这么明显的黑幕，明显是针对我吗？云师弟，不战不如认输。那这造化金莲，我可就笑纳了。为了我光明的未来，开战！不知死活，三才兄弟1人出手不算什么，3人一同出手，真传弟子内除了洛师兄，无人能敌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不自量力的下场，终究自食恶果。哎，等等，何事？我能先去拿个武器吗？好。公子，要不要提前用那招？不行，那招是被罗少卿准备的。放心，我应付得来。来吧，公子加油！这一击会很帅。我的剑！才第1回合武器就脱手了，云天河，这3年你练功都练到狗身上去了吧？废物，毫无章法，纵本支持。他们3个都比公子修为高，3人联机更是默契不凡。这场比斗根本就不公平！公平？小贱人，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的。你家公子技不如人，死得其所。就是，连三才兄弟都打不过，还想挑战大师兄？云天河就是我灵剑宗之耻，就此机会将他打废，逐出宗门也罢。对啊，省得出去丢人。你们吃我一拳！是天道灵韵的气息。是在他身上散发出来的。小爷我牛起来了！呀！公子太棒了，我就知道你可以。是不可能，这废物居然赢了三才兄弟！洛少卿，难道让我把真传都打一遍，你才敢上台吗？激将法，不过也罢。云天河，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云天河，你这种人，如果不是大长老看上，你连我们灵剑宗都进不去。你是怎么有胆量来挑战我们宗门第2的大师兄的？要不你来，我告诉你，胜利靠的不是蛮力，而是脑子。洛少卿刚愎自用，心思敏感至极，缺点明显，希望这套量身定制的战术对他有用。金丹前期略有突破，不过对上云林后期，昂必挡车罢了。父亲，这种犹如天堑般的差距，还需让您亲自出来观看。我就喜欢看蝼蚁挣扎。开始吧。等等，请愿。
这是……我也不知道。云天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战术这种东西，怎么能告诉你呢？开始吧。也罢，我会让你知道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所有小手段都是徒劳。死来！江离！你，这是什么战术？找死！大长老，他砸你身上了吗？没，那就继续。砸！我要活死了你！青云，公子，公子，手段都用尽了吧？废物！我要把你手脚都踩碎，我让你知道就是我的下场。实力不济可是硬伤，纵然靠着偷袭得手，对大师兄的伤害也是极其有限的。这废物该不会以为靠这点凡间手段就能够跨越境界的鸿沟吧？哎呀，终于能看到正戏了吗？洛少卿，你不是想看我的底牌吗？来，我告诉你，要来了吗？让我看看你的倚仗到底是什么。我本来想给你个痛快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成功把我激怒了。这下完了，这吉祥物根本挡不住洛师兄这一剑啊！来啊！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青云，就是现在！我去！哇这阵仗，老夫修道100年也没曾遇过。洛少卿输的不冤呐！这不是春香阁的柳香凝吗？哎，大长老，这柳香凝是谁啊？嗨，他就是花魁呀！这世上竟然有这种迷雾！云公子，妾身可以穿上了吗？啊，可以，可别便宜这么货色。这件衣服我可以带走吗？送你了，祝你业绩长虹。谢过云公子。掌门，明天和圣之部，我要求冲赛。是啊，掌门，赤云天河就是虚小，若真实实力，根本敌不过大师兄分毫。受死吧！公子小心！哎，这家伙不讲武德。比武到此为止，宣布云天河获胜。我宣布云天河获胜。多谢师傅相救，干得不错。大长老，您怎么你也想跟我过2招？弟子不敢。掌门，战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今天就算天河胜，大家多多跟天河学习。天河，你跟晴儿有婚约在身，日后多多与晴儿交流。爹，师傅，
掌门是什么意思？看中了你的机缘，尽快提升你的武力。现在的你还是太被动。罗少卿，全军兵破呢？多谢大师兄替我保管。太好了，公子，如此有了玄天冰魄，您的修为一定突飞猛进。上来，贱婢！云天河，虽然你是通过取巧获胜的，但你的努力看在眼里。这玄天冰魄我还挺喜欢的，如果你把它送给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请我用餐的机会。晴儿，圣女，圣女既然主动邀请这个吉祥物一起用餐，你身上要是有2大珍宝，圣女也找你用餐。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？公子如此优秀，与圣女才是天造地设。我只不过是一名巫婆，怎能有越界的想法？你刚才撞了江离，道歉。公子，不用的。啊！居然让我跟一个下人道歉，你疯了！道歉！你居然敢打我！圣女，她云天河，一个随从而已，杀不过随意。对我们来说，随从打杀随意，那是你们，不是我。对于我来说，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尊重，而江离是我在这里唯一的家人。想要欺负他，先过我这一关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云天河，等等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，圣女？玉环跟这个贱清渊道歉。什么？圣女居然服软了？什么？推回去。大点声！你没吃饭吗？对不起，公子，没事的，我从小身子骨硬朗。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受欺负，他道歉你就受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行了，云天河，玉环歉也到了，咱们明天聚仙阁不见不散，带上玄天冰魄吧。啊！道歉不是他应该的吗？还有，我什么时候答应把玄天冰魄给你了？你说什么？你未免也太自视清高了吧！要不是掌门在，我高低当场休了你。云天河，你别太过分啊！给圣女道歉。放肆云天河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在场的人谁不想与圣女一同用餐？圣女随便道出的感悟都能够助你修为突飞猛进，而你这样的废物，只不过是借有2个宝物才能够与圣女说得上话。就你也配羞辱圣女？云天河，知道我这3年以来对你不好，但咱们可以餐桌商量。这里人太多，你这欲擒故纵的伎俩，未免也太浅薄了吧？欲擒故纵？不，正好。江离在。送你了。啊！公子，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清渊不能收。在场的只有你配得上这枚玄天冰魄。够了，云天河，我都已经答应与你一同用餐，你还要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？如果你是想用它来激起我的怒意，那么你成功了。但是你指望我跟一个贱妇争风吃醋，那你就打错了算盘。就是圣女乃是灵界宗的牌面，更是掌门之女。这个贱人，她又算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大长老，这玄天冰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很珍贵吗？都能让圣女都趋之若鹜。何止珍贵啊！天下造化至宝，非仙境不可得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比之造化金莲还要珍贵。但可惜什么？凡间生灵无法炼化参悟，除非仙人转世。这在场的只有公孙晴有这个资格，这也是这小子传家至宝作为彩礼带来宗门的原因。听见了吗？这等宝物给你们也是块废纸。云天河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它给我。公子，这是您拼命抢回来的，而且您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迎娶圣女的吗？你为了……江离，闭声闭气。还要干什么？你敢！现在这玄天冰魄是他的，
放肆！云天河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当然知道了，我把玄天冰魄注入江离体内，除非他自愿祭出，不然天王老子来了也拿不走。出狗之物，嘴盼得上这般至宝，你这是在暴殄天物，上遭天谴的。这种宝物还竟然真的送给了自家仆人，虽然这个仆人确实好看，但毕竟是条贱命，真糊涂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江离的天赋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。江离，走。为何如此信任于清渊？明明知清渊配不上这些熟人。为什么？严家公子就是想激怒我们圣女，好博取更多关注罢了。哗众取宠的白痴，等到你失去利用价值，很快就会被他弃如敝履。那也好，至少能为他起到一些作用。云天河，你若是现在将贱人体内的玄天冰魄取出，还能给你一次机会，否则……这小子为讨女人欢心，倒是真舍得。云天河，我会后悔让你招惹我。傻小子，贸然那话，很有可能功力尽失。我得去看看。骆家大威，恳请老祖出关。嘿，老祖，那小子身负玄天冰魄和造化金莲2大至宝，以大欺小。且弟子报出您神皇第一拳的名号之后，他还辱骂您。骂什么了？他骂您是个猪头乌龟，还说您是个废物。当真？当真。赞叹，自此界无敌水后，如闭关100年有，没想到竟然又有人敢挑衅我骆家，待老夫神功大成，会杀鸡头。所有人知道我血煞回来了。是。凡人无法修炼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啊，可是你们神荒界的至高九黎大帝，一人独断万古的存在。跟着他修炼，比什么宝物都管用。突破了！金丹中后期天道灵韵，这天地功德根本无需回复。小爷起飞了。这玄鹰前期，天道灵韵竟然是从这小姑娘身上溢出，到底是谁？难怪修炼的这么快，是老夫眼拙了。此等机缘傍身，注定灾祸不断。也罢，是时候将传承交给你。不是吧？练个功能把自己给练死了？我才看到点光明未来的影子呀！我操，师傅！大惊小怪什么？您老爷死了，什么时候？我儿不孝，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。哎，胡说什么？这里灵石界，老夫要传授你凌驾绝学。绝学？没错，您讲，书上没说呀，还有这茬？天剑诀乃是神荒大陆第一剑，老夫只演示已死。小子，看好了。要知欲，何其成神！天地必其尘，迈春云修。
不肩负天剑诀，就是为你而生。你居然有闭门！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传承，他云家老祖云霄是老夫的恩师，我只是将传承收回了他。云中子，天剑，你认识家师？刹那流星，边剑护，会有渊源。怎么可能？家师飞升的一步之遥，早已仙逝300余年，能与家师齐名的就只有您是九雷大帝传世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本地。九雷之名响彻天地。大帝，玄可不知您是转世身，之前若有冒犯，老夫愿为其顶罪。我只不过是一丝临时觉醒，坚持不了多久。云天河的为人倒是对我胃口，这点你倒是可以放心。这小子的机缘真是羡煞旁人。你的恩情我记下了，等我恢复大帝之身，定让你扬名十方天地。在下替家师和天河谢过九雷大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江离，江离，多谢公子慈恩。修炼完就是不一样，整个人都自信起来了。你感觉？哎，江离，江离，西东来3万里，帝兵即将出世。公子，听说帝兵即将出世，掌门都派弟子下山寻找机缘，我们这个样子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机缘？机缘不过是过眼烟云，仙道茫茫，人道渺渺。对于我来说，追求那些所谓的大地机缘，不如同你游山玩水，寄情于天下。帝兵本来就是你的，让他们当着无头苍蝇去，把你伺候好。等帝兵一出世，小爷一跃成为帐前大将军。公子，您胡说什么呢？把时间浪费在我一个卑贱之人身上，总会遭人议论的。哎，以后不准再这么说自己了，他们说他们的去。只要有你相伴，只羡鸳鸯，不羡仙。有我相伴，只羡鸳鸯，不羡仙。公子，你哎，云天河，这让老夫过来为你们作画，你这动来动去的，老夫画个甚？老实给我坐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您画，您画。哎，对了，公子，您是怎么说服七长老为我们作画的？我跟他说啊，他现在画的这幅画，几天后万金不换，可作为传家之宝。那公子净直胡说！哼，还万金不换呢！哼，要不是看你有几个傻钱儿，我这堂堂戒律堂长老岂会来这碧水湖为你俩画像？七长老，这怎么？落笔不显，天机遮掩，必有妖鬼。七长老，这可不是妖鬼吗？那云天河在咱们宗里最能作妖了。望着帝兵出世的大机缘不要，觉得做个舔狗，舔的还是个贱仆。哎，师弟，此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以他那垫底的修为，去了也是丢人。据说圣女早已突破化神，进入了合体境，20岁的合体境，
这天赋不像这废物，只不过侥幸赢了大师兄一次就自甘堕落。废物就是废物，目光短浅，还妄想用这女人来激怒圣女。我看呐，是白白浪费了玄天冰魄和造化金莲这2大至宝。别听他们的屁话，都是一帮浅薄之人，根本看不到你身上的天赋。他们呢，活该一辈子只当个背景板。地道是道，天水之道，难道不是道吗？江离，送你一句话：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江离，日后不久，这些鸟雀们连看你背影的资格都不配。大鹏一日同风起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公子都如此信任于我，我又怎么能自行惭愧，让他失望？等他重回女帝身份，跟女帝同船越界的我，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你们这群傻子，哼！顿悟！竟然是顿悟！老夫修道100年有余，还从未有此机会啊！不是他怎么可能？不是他凭什么？出国了，长老，你没看错吧？他们这才修炼了多久？绝对不会有错。刚才这小子是元婴前期，现在已经中期。不是他什么时候突破到元婴前期？昨天和大师兄交战的时候，他还只是金丹前期呀！这小子又突破了！不到1炷香功夫，连破2境，邪念化神。为何这侍女的修为，老夫看不透？哇！青老怎么了？青老，哎呀，快！别走！公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顿悟了。哦，一次顿悟，直接让我一步化神。不知道那些人还反。哎，人呢？公子，清渊从小到大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开心。那你就好好记住这几日。好。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谢谢公子。有了这几天，清渊此生无憾。你修炼的越快，这样的日子只会越少。但愿你记忆觉醒之后，还能记得我。公子，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啊？天机阁。天机阁？乖小孩，你见过变魔术吗？魔什么？我能把你的糖葫芦一根变成10根。真的？公子，你还会戏法？略懂一二。你把糖葫芦给我，我给你变。好的。手打开。哎，抓紧了，不能看，转过头，数3悉数，不然会飞的。1、2、3，真不要脸，连小孩子的糖葫芦都骗。哎，好像也没骗，不是，到底骗没骗？公子，秦燕是想要糖葫芦，可是我们买不就是了？买哪有逗熊孩子有意思啊？放心，我给的铜钱呀，够他买好多串的。今天天机阁怎么这么热闹？你不知道，今天可是1年1度的解天命。解天命？是啊，据说只要能成功解出他们的题，前3者就能由天机阁阁主亲自解命。天机阁阁主解过天命的，无一不是当时英豪，能上天榜，受各大宗门的追捧。
是啊，据说上一任魁首最终成就一代剑圣。据说这次还送什么地心丹，所以人比往届都要多。公子，这地心丹为何物？成就大地机缘。走吧，我们也进去。我记得七运之子楚木就是因为吃了地心丹，觉醒地心，才能得以非地之分，掌控地兵。如果能拿下，釜底抽薪，这地兵就只能江明了掌控，更加万无一失。怎么了，楚木小子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很想杀你。公子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但总觉得这货看的不顺眼。哎，你瞅啥？我问你，怎么的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走。先别管他，先进天机阁。若能拿下地心丹，你在此界或将再无敌手。云天河，你在此做什么？哟，这么巧？巧，我看你是知道圣女在这儿，赶着来圣女面前晃悠。哎，你可别误会，我是来参与解天命的。你也配？天机阁解天命，无论是学识、才气、实力，缺一不可。你侥幸赢了大师兄一局，还真当自己是块料了。想来便说你想来，何必遮遮掩掩？云天河，我今日把话跟你说清楚，你若现在把玄天冰魄和造化金莲交给我，等我解开天命，我可以与你去登阶一游。圣女，你真的要答应他？以他现在的修炼速度，勉强配得上我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将他赶回云家。公孙晴，你是在做梦吗？你敢忤逆我，我还要抽你呢！大胆！算了，今天事关重大，我不跟你逞口舌之力。这天机阁阁主来了，就算掌门亲临，也要礼敬3分。你若敢在此瞎胡闹，宗门领袖，我定会去告诉掌门。哦，有人欺负我，我要回家告诉我爹爹。你贱人，你笑什么？找死啊你！参见阁主。免礼。看来大家都到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便开始吧。白执事。是。诸位，今日我们只设3局，分3名，每局1点积分。居首名者不仅能够得到我们天机阁阁主的亲自解命，并且将这地心丹亲手奉上。地心丹能够成就大地的机缘，就这么白白送出了？他只不过是激活地心，夭折者也不少。听说地兵即将出世，若有地心丹能与地兵产生联系，得到地兵的概率大大提高啊！没错，那我们便开始第1局运道。在场的所有竹筒中，只有1个竹筒存在纸片。1炷香内，若谁能找出纸片，即可为这一局的获胜者，获得1点积分。天机阁这次规则如此简单，纯粹靠运气，那岂不是什么人都能参与？这可未必。抢啊！就12个，不抢就没了。抢啊抢啊！哦，公子，你为何还不抢？现在就只剩半炷香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现场的可只有我们2个可以。云天河，不若你从我和玉环的竹筒里面选一个，而你身上的至宝，任我选一个，如何？你的算盘珠子马上就崩我脸上了。这运气好的话，我什么都得不到，你却能获得一个制品；这运气不好的话，不过就是让我一局。但是你怎么就能肯定接下来2局你能赢？接下来2场比拼的无非是才气与实力，而这2场在江州，
无人能出其我右。哟！瞧不起天下人是要被打脸的。瞧不上。我们胜利已经突破至合体境，在场又有何人能与他过招？合体境，看来我们都来陪跑的了。云天河，现在在场只剩2个主头，你运气不是一向很好吗？说不定还能解个天命，也算不虚此行。但如果你不选，恐怕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。是吗？但是我拒绝。我赌你们竹筒里没有纸片。什么？有意思。穆小子，这人不简单，快继续找。胡说八道！云天河，故作玄虚并不能让你赢得此局。竹筒还是在我手里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装？难不成叶阁主自己定下的规则，自己打破还不成？公子，这其他竹筒里都没有，就只有这2个竹筒了，怎么说也会在其一呀。那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让你心服口服。玉环，打开。楚木，快将他手中的竹筒抢下来！给我！你要我就给啊！就去死！住手！时间到。没打着，你气不气？气不气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就没打着我。阁主，半月轮能阻挡住渡劫后期全力一击，碎了。竟有如此妖孽，看来今晚有意思了。我宣布，这一局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家公子名为云天河。好，这一局。云天河胜。叶阁主，这根本不符合规则。他聒噪！我何时说过，纸片只在这12个竹筒里了？在场的所有竹筒中，只有1个竹筒存在纸片。叶阁主说的是天机阁内的所有竹筒。可恶，又被他捡了漏。无事，接下来可不是靠小聪明就能取胜的。第2局。比才气，作诗，题材不限，若能超过在场半数俊杰认可，即可评为魁首。哎，作诗我属实是不会。嗨，少女少有才名，10岁便文克天下，文武双全。看来这局是只能放弃。听到了吗，云天河？凭运气赢了一局又如何？接下来的这局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我家公子当年在云城，那可是一介诗仙。云城那种小地方，怕不是你家公子花钱买来的吧？怎么可能？不行，在齐远眼中，公子与世无双，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。那就试试。林剑宗圣女公孙琴，献丑。琴，雪山高耸，过苍穹。剑指九霄，断天凉。野夫望贪，梧桐树，可笑浮游，不自量。好诗，好诗啊，好诗啊！你作诗便作诗，何故辱我公子，将自己比作高山与梧桐，而将公子比作野夫与浮游？不然呢？你家公子不是做梦都想攀上圣女这株梧桐树的浮游吗？好诗，早闻灵剑宗圣女有才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豪气冲天。还有人想挑战吗？要不我来试试。又是你，没错，还是我。今天有小爷在，你一个逼都别想装。云天河，我劝你还是别出来丢人了。就凭你一个犄角旮旯小地方出来的纨绔少爷，你想与圣女？我们云家可不是小家族，我们那又如何？比得上灵剑宗的底蕴吗？比得上灵剑宗的藏经数量？我们圣女可是有几大长老共同辅导，10岁便能做出传世精品，而你家少爷10岁啊，
估计还在玩泥巴呢吧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！你要再敢辱骂我公子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一个试试！哼，好了，云天河，我们知根知底。以你的资质，别说做出超越我的作品，说不定连一幅像样的都没有。我公子可以。你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？清渊从小与公子长大，少女又如何？论知根知底，没有人能比得过清渊。况且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能说出那种话，论才气，我的公子怎么可能会比任何人差？刚好，江离，有首诗，我想要送给你。我藏经阁，我华夏上下5000年文化底蕴，我有理由输给你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只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酸腐情诗罢。春风拂槛露华浓。白执事，笔墨。这一惊真是非凡。圣女的诗虽有格局，但此人的诗更深得我心呐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此等意境，哪怕是神荒大陆文化盛极的年代，也难有人能出其右啊！大家这都是怎么了？这首诗很好吗？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？他之前要是有这样的才气，我怎么会那么对待他呢？公子，您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这首诗，秦燕会一辈子记在心里。心服口服。没错，真的不错。好诗，实在是好。各位，还有人想挑战的吗？那就，他那首诗是抄的。抄的？有何证据？这个废物追求我们圣女3年，其中酸腐情书不计其数，却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的水平。若不是抄的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替身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？那让你家公子再做一首啊！若是做不出，那他就是抄。哪有让清白人自证清白的道理？你们这些人，看吧，我就说一首。今天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诗仙。还有，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举杯邀明月，对饮成三人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平林漠漠烟但见泪痕，寒山一带高声伤心不知从今天相思相见凤凰台上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红蒿人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够了吗？这局不用比了，这小子的文采空前绝后，堪称绝代。楚木小子，老夫甘拜下风，只能再武斗一局，全力出手，先重伤这小子，事后再图。绝冠天下，实至名归啊！过奖。你们还要比吗？好，那我宣布，这一局还是云公子胜。我就说，我家公子天下无双。公子，你太厉害了。还是李白厉害。这两大至宝本应该是我的，而这份殊荣也本应该是我的。他怎么配？这种贱人，他怎么配得上？此局我已认输，但武斗一局是否可以开始？我先与你一战。你3局，云天河已胜了2局，要是我再拿不下这一局，这一趟就白来。得罪了？得罪？不，你没机会。狂妄！在江州无人是我对手，你又是何人？武神宗楚木，竟然是武神宗首席楚木。据说他年方20岁破了合体境，圣女也是刚突破的合体境，说不定能看到一场不错的好斗。等会儿我先把防御图摊开，省得伤及无辜。哎，不用。不是，万一破坏了天机阁，你赔得起吗你？我只需1场。他装这个逼呀，我们对付不了。他真有这个本事，狂妄至极。来，好，武神宗楚木是吧？那我就让你领教一下，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杜绝境！圣女，我认输。真的，就1掌。该你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你别乱来，我性取向很正常。我是想说，我很想杀人。云公子，看来你招惹了了不得的敌人啊！想杀公子，先过契约这一关。我只要他，就算与一宝无缘，我也要杀他。来战！云天河，小心，他可能已是渡劫境。我只是不想云剑宗输得太难看。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无人输。啊！我明知道打不过，我还上什么呢？当我有病吗？况且3局我赢了2局，地心丹早已经是我的了，所以我干嘛还要给你打呀？好像是这样啊，对吧？来，把地心丹给我，然后呢，给我算个命，今天圆满结束。那就不行，今日你必死！你有什么大病吗？非要跟我打一架？虽然武神宗是天下第1宗，但若坏了我天机阁的规矩，
我天机阁与无惧。小子，你现在还未具备与天机阁为敌的实力，先缓缓吧。谢过白执事。那么，今日我们便开始解天命。由于得胜者只有2人，那么便先从楚道友开始。太过血了。什么炫？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那确实真酷炫啊！阁主，怎么了？天命所归啊！天命所归，天地之主。太厉害！但是有一劫数，有人在夺天命，若不及时清除，变数不止，很有可能会令你身死。我操，这都能算出来，开挂了吧？谁？算不出，天命之人，1万人之中无一。若是能按部就班成长，便可成为一界之主。这一届的天机阁阁主连这都能算出，属实是天赋异禀。那怎么回事？解天命以自身性命做主，他的命不够解此局。那他呢？老邹，没想过这茬啊！这丫头不会真能看出什么吧？要不然，不行，跑了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了吗？公子，哎，公子，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刚才想到了其他事情。哦，不就会耍点嘴皮子功夫，这种人没有什么命可。虚无，看吧，我就说嘛。要不还是别看了，别看了。不行，虚无命格，你早该死了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不对，你今晚过后若不死，人亡天地巨变。本地的命格，你也配会是？找死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阁主！什么？这个不关我们事儿啊，我们可是什么都没干。真实受损，他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今日解命到此为止，各位请回吧。走。公子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还好没把小叶抱出来，否则啊就成为全民公敌了。不过也得尽快帮天颜提升了。有了这颗地心丹，哦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自己倒下了，就可能是身子骨虚吧。啊，走。云天河，你等等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天河，我知道我之前对你有些误会，我们可以从头来过。我可以试着接受你的。若非群玉山头剑，会向瑶台月下风。这首诗原本是写给我的，是吗？圣女，她怎么可能配得上你？我承认，她是有些才气没错，但以她的实力，你与她成婚，
说出去岂不是让神皇大陆所耻笑？他的实力虽然差了一些，但只要我们一起修炼，发挥至宝的作用，未尝不能。你是脑子坏掉了，还是耳朵被楚木打伤了？我明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这首诗是送给江离的，你倒好，你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啊！天河，你别再胡闹了，她区区一个侍女，如何能配得上此诗的意境？原来如此，这首诗也许是公子早就为圣女准备的。圣女已经给你机会了，你还要得寸进尺吗？天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武神宗的楚木会对你有如此深的杀意，但如果以你的实力碰上他，必得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。你愿意？继续说。如果你与我成婚，有了灵剑宗做背景，他楚木想动你，也得掂量掂量，是与不是。而我要的很简单，造化金莲和玄天冰魄你可以留着，而这地心丹作为彩礼如何？帝兵即将出世，这等横断万古的机缘也只有我能掌握，而我差的就是这一枚地心丹。真是便宜了这废物！等到我们圣女掌握帝兵，能得到我们圣女的照拂，这神荒大陆又会有你一席之地，还不赶快将地心丹献上！少在这放屁！公子，圣女说的没错，江离，要说的神荒大陆上谁可以配得上这个地心丹？非你莫属。真是无可救药。你是看不起我呢，还是看不起江离呀？圣女能有女帝香，况且无论我是否有至宝，无论我修为几何，江离从未离开过我，所以这辈子就算当舔狗，我会只舔一个人，那就是江离。公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是，如果几天后你还愿意的话，我们结婚吧。公子，云天河，你疯了！你还要羞辱我到什么程度？圣女，要不现在就杀这个狗腿，夺宝又如何？比起帝兵，宗门纪律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好，云天河，你既然还要演的话，那我就杀了他！你居然又突破了！不可能！才短短过去几天，你竟然从筑基跃阶至化神，放肆！云天河，你想与整个灵剑宗为敌吗？如果再让我知道你们谁敢伤害江离的话，不管你们背后是谁，都会通通杀掉。滚！你真的对他情更深重了？为什么？就算是我不要的东西，他怎么配？怎么敢抢？配不上！我告诉你，是小爷我高攀了。江离未来会是你们所有人跪舔的存在。公子，公子，阵法。决斗阵法，这是哪儿？我有一种感觉，若不杀了你，我会后悔。所以我在此地布下阵法。今日你我二人，只有一个人能活出去。别看了，这决斗阵法的阵眼之中，只有你我二人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别的生物可以入内。
要想破阵，除非你我二人之中有一个人死去。大哥，什么仇什么怨呀，非要搞个你死我活？直觉告诉我，若不杀了你，我大道有缺。方才碍于闹事与天机阁，我没能动手。不过此地风景正好，做你的埋骨地。为了避免待会出手时出现损伤，把地心丹交出来吧。你有病吧？你都要杀我了，我还把丹药给你。至少我会让你死得轻松一些。没想到这4门之战这么快就开始了，但是实力明显不对等了。你不过是化神期，而我是渡劫后期，你与我之间隔着一个合体期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，又何必垂死挣扎呢？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没有人能把我的命拱手送上。这里是灵剑宗内，只要能拖一拖，还有机会。尽量控制，此地在灵剑宗境内，灵气易散，招惹了灵剑宗门人就麻烦了。攻必克，战必胜，我将全力一击，顺杀！这里是灵剑宗的地界，有谁会在这里设下阵？楚木，行了，别找了。这座阵法的阵眼就在于他们身上，除非有一方死亡，否则无人可从外部破阵。我要去找大长老，让开！他们的境界差距犹如天堑，你有去找大长老的功夫，都够他云天河死上10回了。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就不能什么都不做。在里面的是我的公子。那又如何？决斗阵法，除非大帝，否则无人可从外部破开。就算大长老来了，也无济于事。我能救他。你说什么？他会死，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我这里有一枚9转还魂丹，只要他元神不灭，便能重塑肉身。你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？我有条件，丹药我可以给他，但你必须离开。我认可了他的才气与能力，所以我可以接受与他成婚，届时他就是我灵剑宗的上门女婿。但我不希望他与一名剑仆有所往来。怎么，还做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呢？真以为你家公子看得上你吗？公子如此优秀，我从未觉得自己配得上公子。只是有时候，看着自己视若珍宝的人被他人弃之敝履，这样的感觉，圣女你或许永远都体会不到。希望圣女可以善待公子。慢着，把他给你的2大至宝拿出来。你配？话倒是一套套的，还不是看上这2大至宝？怎么？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贱人就是矫情。你希望你们不要亏待公子。废什么？玄天冰魄呢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玄天冰魄除了我家圣女之外，无人可以炼化。你还想拿去换钱？你难道不想救一天河那个废物了？玄天冰魄被我炼化了。什么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家圣女出身高贵，更是玄女转世，才有资格炼化玄天冰魄。而你一个低贱之人，说谎也不打草稿，赶快把东西交出来！少说点。我说的是实话。那天公子与洛少卿比斗之后，玄天冰魄，你真的炼化了？行，你自裁吧。什么？这等至宝主人死后自会浮现，我再拿便是。怎么，不愿意？哼，连为你家公子赴死都做不到，看来也没什么感情了。
你还想不想救你个废物了？只要有你相伴，只羡鸳鸯，不羡仙。不羡鸳鸯，不羡仙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问向瑶台月下逢。月下逢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这首诗，秦言会一辈子记在心里。士为知己者死。麻烦不要告诉公子我死了，我怕他不会知道。玉环，动手杀了他！是。公子来时若有可能，情缘祈祷，能常伴您左右。大长老，这人你们杀不得，否则灵剑宗会被夷为平地。不过是杀个侍女罢了，莫长老何故危言耸听？九黎大帝一旦出现，灵剑宗瞬间就会被夷为废墟。还好大长老，我求您救一救公子吧，他被武神宗的楚木引入了决斗阵法。对不起，将军，这阵突破不了。我不会骗你，这决斗阵法除大帝以下，无人可。接下来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，但云天河必死无疑。真服了！别的朝野上凤凰半相，天下无敌的，小爷我倒好，天天被暴打。或许可以试试。你在看什么？看天上，太奶正冲你笑呢，找死！第一步，你在说什么？岂止要日月正气腾身，如光照天地，风遍星辰，豪迈出云霄，唯我天剑诀。楚木小子，这是天剑诀，瑞金杀戮之剑，先防御。去！这是打歪了。第二步看不懂吧？你看不懂就对了。我也没指望差2个大境界的大招就能杀了你。天剑诀乃当年神荒大陆第一杀剑，就连大帝都要比其锋芒。我以为早就失传了，那就一击必杀。你在笑什么？跟你确定一下，你的阵法只有活人进不来是吧？当然。那就让你看看科学修仙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第3步，雷公助我。剑引天雷，这是什么剑法？竟能引至天劫？难道楚木当真是那天命之人？看来没有学对。走。放弃吧，这决斗阵法虽能抵消一定的威能，但也足以让一个化神境化为齑粉。抱歉，我要失约了。这一剑落下，云天河尸骨无存，魂飞魄散，九转回魂丹也救不回他。放弃了也是，云天河若死，你连死也不远。大长老，你要干什么？劈天雷，救徒儿。这是天雷，而且您现在在阵法之外，将所有天雷引至身上的后果就是魂飞魄散。那又如何？阵法未破，云天河还是会死。但倘若您一去不回，他便一去不回。您是灵剑宗的护宗剑仙，您不能死。
我是他师傅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阵法大地不出，无人能破，但我有一剑，可搬山翻海，断江开天。跪下！告诉你们这些文盲们，这个就叫做知识的力量。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雷都劈不死你，七月之子这么难杀，小爷我没招了。那就死！师傅，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。哦，难道你还想以重伤之身，老夫切磋切磋？未尝不可。又是天界诀，是要搞一出木凿。哎，穷寇莫追！师傅，他们这样就不行了，趁他病要他命啊！那小子身上还有底牌，我感受到了不弱于我的气息。况且，你想灵剑宗和武神宗开战吗？师傅，你相信我，只要把他给解决了，肯定是利大于弊啊！方才我跟掌门关心紫薇地形闪耀，9夷地兵已经出世，落入神霄宫。什么？难道是？这一旦开战，只会让其他宗门渔翁得利。这人啊，还得你自己杀。快些提升修为吧，神荒大陆的机缘要来了。看来不能再拖了。再冲最后一波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区区致命伤。你们刚才干了什么？我记得我说过，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江离，我就杀了我。打你只是开胃菜而已，现在我让你感受什么叫物理飞升！住手，云天河！难道刚刚的教训还不够让你醒悟吗？要不是刚刚天雷下坠，让决斗阵法破损，你早就死在了楚木手中。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些所谓的机缘至宝，对你来讲就是致命的陷阱。我还头一次听人把抢劫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，这就是你抢宝的理由？大长老刚刚说了，地兵即将出世。各宗门都会前往争夺，而以你的实力，没有任何机会，只能仰赖灵剑宗。而我就是灵剑宗的未来，让清渊离开，你我成亲，这不一直都是你想要的吗？难道你真的要跟这个贱人做一对贫贱夫妻吗？哦，说起这个，江离，我应该带身上了。对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状况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跟江离比，简直就是狗屎一坨，听明白了吗？这贱人就是区区一个侍女，而我是灵剑宗圣女，我屈尊与你成婚，你竟然还要羞辱我！我从来没想过羞辱你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会后悔的，云天河。你这么做，掌门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师傅，您身上还有没有什么至宝啊？哎，你要不把老夫卖了，老夫身上有的都给你。师傅，您说的地兵即将出世，我实力低弱，万一在争夺中我夭折了，
这谁给你养老送终啊？臭小子！拿去吧，这是老夫身上的全部家产。多谢师傅，徒儿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那徒儿先走一步。竟然以化神之境硬扛渡劫后期，果然不出老夫所料。只可惜情节一起。公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清渊这么好？地心丹，哪怕是武神宗首席弟子都不惜代价抢夺。可我……其实我也有点舍不得，但是命运总会要回到正轨的吧。这地心丹本来就是属于你。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清渊听不懂。地兵出事，明天我们也要去抢夺。这公孙晴毕竟是掌门的女儿，受此巨辱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只有掌握地兵之后，才能不惧他们。如果这样能帮到公子，清渊愿意。咱们今天晚上啊，把师傅的老波本全部用光。很快，所有人都会看到九黎大帝的盖世神威。公子，我好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老祖神功大成，天下无敌！老夫感觉到地兵即将出世，落于神霄宫。你先随我一起将地兵拿下，再将那黄口小儿碎尸万段。是。你心魔已成，我已将你修为提至化神境，届时由你亲手解决那小子，化解心。万谢老祖赐功！混账，如此竟敢欺我爱女！云家云天河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就休怪老夫不顾往日情面。晴儿，爹，此事先放一放。如今地兵出世，此等机缘足以镇压当时，纵观整个江州，只有你配得到。待你借助地兵成就大帝之位，将弹指一挥。此乃寻道盘，有它相助，能让你更快找到地兵。谢谢爹。云天河，等我掌控地兵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，付出永远都无法承受的代价。去吧。是。神荒大陆就是一盘棋，每一步都要在预料和掌握之中。那他就是那个牵棋盘的。你对他期望这么高吗？他又不是没心。人人都想成为变数，人人都逃不过这命数。你看什么呢？昨晚公子为何？我们还没成亲，我怎么可能趁人之危啊？啊，真凶险！昨晚上就把事儿给办了，今天他记忆觉醒，哥们儿还有命活。哎，你确定地兵的位置在这边吗？看什么呢？前面有障眼阵法，这你都能看出来？昨晚突破后，突然就看到了。
不去，楚木这小子，不躲起来。不用的，公子，我给我们2个布置了阵，只要不是太靠近，他看不到我们，也听不到我们讲话，除非我们主动出手。你还有这功能？突破之后，就突然有很多奇怪的记忆出现，其中就有阵法的类别。该来的还是会来。那走吧，我跟上这小子。气运之子的鼻子比狗都灵。你看，这身手，不愧是气运之子，那猴子见了都得磕2头。你看，这反应速度，这高难度动作。哎呀，公子，你别逗秦月笑了，一会儿该暴露了。好，走。你小心些跟着秦月，这里有很多禁制和小型阵法，让毁掉吗？不用，能挡一波是一波嘛。好，秦月，你终于能帮上公子的忙了。怎么了，楚小子？我感觉到一种很恶心的气息，好像是云天河。错觉吧，老夫倒是没感觉到。继续吧，我们估计会是第一个抵达神霄宫的。老夫记得路，等你掌握地兵，杀那小子如土狗。就算没有地兵，一样。多吓人啊！走。怎么了？有劲道，就在旁边，而且地兵的气息很浓郁。正东方向，圣女，我刚才去看了，云天河他们也不在宗门了，会不会这寻道罗盘是掌门当初发迹时的法宝？有了它在，天下禁制无所不破。这神藏林有很多的禁制与阵法，就算他来了，也只会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，不会有人比我们更先到达神霄宫。圣女，等你拿到地兵，一定要将云天河碎尸万段。不只是云天河，只要和他有关系的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走。好大呀，但是感觉好像荒废了很久。听说这里曾经是九黎大帝的行宫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这座行宫的主人。威名将响彻3界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是你，楚师兄。没想到飞蛾比我更快。楚师兄速度也不慢，不愧是天命之人。不过这份机缘，我不会让。那就各凭本事了。哟，3位光临寒舍，还真的是蓬荜生辉啊！云天河，你为什么会在那里？你跟踪我们？我们都不是一个方向来的，怎么跟踪你们呢？旁边放着这么明显的禁道，你不懂，非要在这禁制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，你们不觉得挤得慌吗？果然，刚才跟在我身后的人是你。哦，你就是刚才那个上蹿下跳的猴子呀！不好意思，没看出来。找死！既然遇见，就在这里解决你。楚木，别冲动，这小子有点邪门。以老夫这2天的了解来看，若无仰仗，他绝不会出口挑衅。现在地兵即将出世，保存实力为主。楚木师兄，何必跟这种跳梁小丑做计较？他们不过是来陪衬的，不必在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你们几个小辈争个什么？这地兵，老夫势在必得。老祖，就是这小子。血杀老祖！好，没想到老夫闭关100年，竟还有人认得老夫。竟然是谢煞老祖，100年前镇压一带的大佬，他也来参加地兵争夺。如今已经闭关100年，境界不知到达了何等层次。与老夫同辈的都龟缩不出，没想到你们这些黄毛丫头、毛头小子也敢跟老夫争夺机缘。晚辈乃灵剑宗圣女，家父公孙野。公孙野？哈哈哈哈哈！当年老夫纵横天下之时，
他还不过是你们林剑宗一个真传弟子。你们林剑剑仙可还活着？上。剑在。那我今天不对你出手，退下吧。你就是云天河。我是云天河，怎么了？云天河，没想到你竟然也敢来凑这个热闹。这次莫长老可不在，你的死期已至。听少卿说，你敢辱骂老夫？这血杀老祖，连掌门见了都要礼让3分，这废物居然敢得罪他！看来有好戏看了，正好地兵未出世，消遣消遣也好。若是血杀老祖出手，这小子顷刻间就会化为血水，费不了多长时间。我骂你，我都不认识你，哎，还敢狡辩？怎么，是听到老祖的名号慌了吗？当时你出口辱骂老祖的胆气哪儿去了？公子从未辱骂过任何人，倒是你们一直在咄咄逼人，甚至……废什么话！不过蝼蚁一两只，神荒大陆强者为尊，杀了便是，还需讲什么道理？我总算知道洛少卿的性格随谁了。哼，还在耍嘴皮子功夫。我不妨告诉你，在来之前，我已得到老祖怪力，现在已是化神境。云天河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洛少卿，云天河之前就……圣女，你不用再劝了，我知道您的意思。今天不是他死，就是我。你敢？我自己来吧。不如你们两个一起上。这才是我洛家子弟该有的霸气。受死！你怎么可能？我说，你们的消息真就这么落后吗？说实在的，哥们儿，我现在都懒得杀你，你我等级差太多了。1个月前，你还只是金丹境，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昨天晚上，化神后期。什么？这才1个月，从金丹跨越至化神，还是后期？1个月就完成了起源10几载的进度，这是怪物吧？10几年，想当年我从元婴突破到化神，也要20年，就已经是宗门首席。因为哥们儿有挂，你们学不来。但你现在也是合体后期。咦，从化神入合体，楚木，此子绝对不可再留。原本不想出手，免得以大欺小，落人口舌。但现在看来，不能再让你继续成长下去了，否则对我洛家来说太过危险。老祖已入渡劫期，合体不过是玩物罢了。死！蝼蚁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死一双，受死！血杀老祖，你最好住手！我们公子是云家嫡长子。什么？云家？云城那个云家？经理，云家有他的把柄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不是把柄，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害您性命，还是需要掂量的。圣女，云家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个边陲小城家族吗？没错，但是云家曾经出过一位只差1步就进入大地境的仙祖。哦，云中子天剑，没错，竟然是天剑。据说他在死之前以身化翼，形成2道剑意，一道在守护九黎大地，另一道守护如今的云城。神荒大陆第一杀戒，连大地也要避其锋芒。是啊，哪怕云城再没落，也无人敢做过分。谁都不想那道剑意落在自己宗门，那可是有灭宗之危啊！原来言外之意就是我老家有个核弹随时准备发射呀！我去，那小子我还怕谁？血杀老祖，这云天河堂堂云家嫡长子，却迷恋自己的仆从侍女。您杀他需要考虑，但杀他个侍女，给个教训也罢了。公孙卿，好，倒也不失一个好办法。
血煞老祖，你要敢伤害我们家江离，我们家老祖的何在？老祖的建议就是往你家落，把你家给轰干净。你觉得你们家会为了一个侍女，将这种保命的机会浪费吗？对，不过是一个贱人罢了，身体里流的血液也都是卑贱的血液。说不定人家要是知道你胆敢勾引自家公子，还鸠占鹊巢夺了我家圣女的至宝，也不用我们出手，人家就会将你杀死。云天河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你走到举世皆敌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这个贱人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怎么会跟我成为敌人？你难道还魔怔了不成？是啊，似乎自从那天过后，我都没被洗脑，你为什么被洗脑？他们算什么东西？你配让你死吗？老公，你干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天魔咒罢了。他会在他自己最期待的幻象中死去，也算是老夫给他的恩赐。你个老王八蛋！小爷我亲自宰了你！小爷我亲自宰了你！云家小子，你疯了！云天河居然为一个侍女直接对血煞老祖出手，他脑子有问题吧？侍女不简单啊！小子明显被赋有权了。小爷布局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天女帝觉醒，横扫天下。就凭你这个老逼灯，也敢逼一位大帝赴死，也敢毁了我的计划。别打！胆敢辱我！你既然自己找死，就别怪老夫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一个合体境居然跟杜景打的有来有回。你小子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眼已经如此凌厉，云家小子，咄咄逼人！你当真以为老夫不敢杀你？咄咄逼人！你们不问是非，谁是你？再要倒打一耙！好机会，竹木，他不敢杀，但你可以一旦找到机会，将这小子斩杀在此，永绝后患。正有此。娘子，公子，清月，我等这一天都很久了，还叫公子。夫君，清月，我爱你。怎么了？公子，情愿此生能与你相恋，便已心满意足。是吗？那你愿意为了我去死吗？情愿愿意。
那就证明给我们看。天剑，你没死。公子，天魔小朋友，原来无恙啊！为什么1个月前你还是我才哥？为什么你成长的这么快？血杀老祖，不必留守，直接将他重创，让他退出本次地兵争夺即可。想来云家也不会怪罪于您。好。不行，境界差太多了，那就剑吞人。天剑诀，他什么时候学会天剑诀的？这套剑法不是已经失传了吗？这一剑，如果是你家老祖来回答，我已经死了，但你还差了点，为了一个侍女丢人现眼。你们不懂，无论是谁敢伤害江离，必须从我尸体上划过去。不过现在我还没死，江离，你明白了吗？冥顽不灵，那我就先废了你。楚木，就是现在，杀了他！公子，秦渊明白了，生即同生，死即同死。不算太晚，你记住了，除了你自己，没人能配让你死。公子，以后不要再以身涉险了。若是秦渊晚来一步，从今往后，没有人可以伤我，也没有人可以敢伤我。老祖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天魔咒对你无效？我是公子侍从，谁想伤公子，就是我的敌人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贱人竟能一招重创血煞老祖！虽说血煞老祖使我天剑诀一诀身受重伤，但他毕竟也是渡劫境。难道这个贱人是渡劫境？怎么可能？这真的是一个侍女？世间顶尖强者不过凡几，老夫活了1000年之久，为什么对这个侍女一点印象也没有？贱人，你想干什么？公子自从知道我名江离后，就再未称呼过我奴女，玷污公子形象，此罪一。公子宁愿战至濒死，也从未说出让秦渊自裁的话，玷污我的念想，此罪二。你该死！江离，让他跑吧，改天再杀他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取地兵。是9黎地兵，9黎地兵出事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9黎地兵吗？我已经进入合体境，竟然动弹不得。300年了，终于能再次见到9黎地兵。想当年，这把剑可是斩尽天下无敌手，除了草率了，这根本不是我们能争夺的机缘。只要我拿到地兵，天下便任我纵横。好歹地兵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公子，我替您去取地兵。等等，江离，独立军师，你也是？为什么9黎大地的地兵，岂是尔等凡人能够染指？这就是不自量力的下场。云天河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准备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他成就大地吗？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这种时候你在纠结什么？你在犹豫什么？公子，我到底想要的是江离，还是9黎大地？江离，我们，公子，无论您做何决定，秦渊都是您的秦渊。你只是为了你自己，
我无权去干涉你的命。云天河，我说过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家覆灭之时将至。这地兵，你不配。我不配？难道你这个废物配吗？你身边这个贱人配吗？这份独断万古的机缘，只有本圣女才配掌握。可能为什么我能血缘转世？你凭什么拒绝我？圣女，救救我！他要杀我！连林剑宗圣女都无法掌控，还有谁能掌控九黎地兵？楚木，武神宗首席大弟子，我记得他。前两天在天机阁，阁主亲自解密，此人乃万年一遇的天命所归，天地之主。这就是天地之主的气运，所有人无论如何挣扎，都只能徒作嫁衣。这是天地气运加持，他想借助天地气运取下地兵。不愧是老夫看中的人，凭这份天地之力的认可，拿下地兵，何处去不得？何人敢与你为敌？江离，我陪你走完这最后一场吧。什么？最后一场？对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去把地兵取下来，好吗？只要是公子想做的，无论天涯海角、刀山火海，情缘皆愿同往。公子，你何以这个巨人如此放纵？居然不过是一座眷侣。对我来说，你不是主人，你是我家人，懂了吗？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这首诗，情愿会一辈子记在心里。只要有你相伴，只羡鸳鸯。无限仙，不知情人此生能与你相恋，便已心满意足。其实我也在想，但命运总不要随着你。公子，来世若有可能，情缘祈祷，能常伴你左右。好。地兵不是什么蝼蚁都能碰，滚，否则杀无赦！你装什么呢？这东西写你名字了，你还真把它当自己的了？我早看你不顺眼了。原著里你把小爷打得跟狗一样，抢圣女夺地兵，现在小爷来了，专门打你这种狗东西，而且这东西本来就属于江离的，所以该滚的是你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原著？什么抢圣女？楚木，别听那小子胡说八道，他在扰乱你的心神，专心掌控地兵。云天河是不是脑子有坑？天地之主是什么身份？想跟天地的主角抢夺机缘，疯了吧？这就是以整片神荒大陆为敌，逆命而为，必不得善终。连天机阁都承认了楚木身份地位，以他身份的高贵程度，你这种蝼蚁连接近都接近不了，更遑论上场争夺。我打的就是你们这帮狗东西！得天地认可，并不代表能掌控天地。你距离征服整片天地还差了很远，借助外力不成地心，这地兵你拿不起。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楚仆俩脑子都有问题，要不要赶紧找个郎中看一下？贱人，你是不是以为仗着云家区区一缕剑意就能让你们无所畏惧？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你们现在面对的究竟是什么？周围的灵气都被一扫而空，要开始取地兵了吗？真不愧是天地之主，这等手段，哪怕是我等再修炼100年，都不一定能追得上。这与修为无关，有些人天生就是主角。云天河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命运，气运不可抵抗。我要是信命，我就不会站在这里。江离，你刚才说我没有资格掌控地兵，那看好了，
究竟够不够格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没有服用地心丹。就算没有地心丹又如何？我乃天命所归，天地浩然气运，尽归于我。我能感觉到神荒大陆，整片天地都在为我雀跃。此刻起，神荒天地与我成为一体，心已成，天命在我。圣君的气息。好，楚木，你果然没让老夫失望。今天之后，你楚木的名字将会响彻这片大地。果然啊，这份机缘还是归了天命之人，能见证这一刻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圣女，如果当初你能拿到造化金莲，能炼化先天冰魄，甚至吃下那颗地心丹，或许你就能取下地冰。而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。地冰拿不到了，但今天云天河必须死。恭喜楚木师兄取得地冰，夺下机缘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刚才得到天地认可时，我已感觉到曾经天机阁主测算出的天命，他就是那个变数，属于我的劫，现在就亲自斩灭。对，楚木师兄，把他们都杀了！要不是因为这对狗男女，圣女又何至于受辱？我们圣女高高在上，他们这种低贱之人，凭什么羞辱圣女？贱人！云天河，你们的死期到了！贱人，你现在知道差距了吗？有些人，就算你努力一辈子，也都无法触及其一角。这天命本就是注定。对不起，江离，我不该犹豫，更不该有私心。这是我闯的祸，我亲自承担。以你的本事，10年之后一定可以杀了狗东西。到时候记得帮我报仇。公子，清渊有危事，你便与清渊同生共死；你有危事，却让清渊独自逃命。为何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？你不明白，你是……公子，清渊明白了，但是我说了，这地冰不属于他。贱人，临死前还想着快活，果然奸宠一对。楚木小子，怎么回事？楚木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地冰好像在反抗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地冰突然躁动。快，以天地气运镇压！天地气运在向我传递恐惧。什么？他恢复9厘大力的记忆了，你要不要快到账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云天河，快让他下来！这可是9厘大地圣躯，无人敢制空。万一触发禁制，我们都得死。云天河，你想死别拉着我们啊！你难道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？9厘大地圣躯，那你们知道现在上面这位是谁吗？你是说他是？怎么可能？诸君。公子，且听凤鸣。宣本地令。他回来了。阁主，您说的是谁呀？那名独断万古的女帝9厘大帝，她回来了。
云天河、云家互道有功，感伤云家一人者，灭其种；感伤云天河者，哪怕逃至9天3界任意一处，本地都将追杀到底，令其永世不得超生。谨遵地令，谨遵地令，谨遵地令。宣本地令。哈哈，不愧是我女儿，地兵在手，天下无敌。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拿到地兵的另请。大地同行，徒儿，你的居然当真是要为师献云天河、云家互道有功，感伤云家一人者，灭其种；感伤云天河者，哪怕逃至9天3界任意一处，本地都将追杀到底，令其永世不得超生。谨遵地令。你在装神弄鬼什么？你不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明明已经掌控地兵？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得到天地眷顾，气运认可？为什么？本帝告诉过你，借他人机缘，借天地气运，终是下乘。地兵是靠自己炼化得来，天地认可，有何用？既已修道，便要逆天而行，即造化超脱，自当镇压一片天地，名传万古。此为地心，而有地心，才配称帝。地心。谁能想到大名鼎鼎、镇压万物的九黎大帝，竟转世成了一名侍女？这就是把自己女儿养大的感觉，感觉不坏。但我们的缘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你该不会找我麻烦吧？丝袜这种事儿，你们这个时代应该不知道。宣本地令，宣本地令。云天河、云家互道有功，感伤云家一人者，灭其种；感伤云天河者，哪怕逃至9天3界任意一处，本地都将追杀到底，令其永世不得超生。谨遵地令。原来不是找我麻烦。得女帝相助，云家崛起已是定势。神皇大陆有一个超级势力崛起了。楚木小子，这小子你杀不了了。搞半天，这小子才是主角啊！另外，昭告3界，300年前黑暗动荡，域外天魔来袭，本地不敌，化道转世。本地感知域外天魔即将卷土重来，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努力，趁早加入到守护十方世界的斗争中。恭喜云公子，贺喜云公子，以后可得多跟我们群众多多来往啊！哎，云公子，我们林氏大美云为您敞开，云公子。哎，恭喜云公子，贺喜云公子。哎，云公子，这是何意啊？你忘了啊？云公子以他能与大帝相知，有护道之功，已是大机缘。可惜啊，大帝，他竟然是大帝，那我是什么？真是可笑！连我都懒得杀，都不屑杀，可笑！此女道心已毁，这辈子将再无寸进，时也，命也。与我无关，我的战场在域外，云天河不会等你的。
原来是这样，杀了他们！大地有我，他凭什么染指属于我的东西？师傅，徒儿，为师再教你一招，如何啊？什么招？放下。师傅，这一招我不想学。鱼咬钩了。我连鱼饵都没放。穿越千年的眼泪，只有梦里看。公子，秦渊也不知道，少年一天，这里就过了1年。本想着先回来见公子一面，还叫公子呢？你是堂堂女帝啊！您只是忘了，公子本就是公子，两世是您成就了江离，有您才有江离。什么两世？这怎么回事？还有人可以伤你？抱歉，公子，您的假期结束了，可然江离还是不如您。您是时候回想起来了，对您来说，神荒大陆才是您最开始的地方。要追到这儿来了吗？公子，请早些来救江离。江离，这位小乞丐真臭！快点儿把那小子放开，给爷几个卖个酒钱。收下！找死！不行就弄残了，换点酒钱。上！松开！妈的，是云疯子！这小子打架里不要命！走！快走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江离。江离。以后我罩你，跟我走。你是谁啊？云疯子。我叫云霄，云中子是小爷我自封的道号。我呢，现在是这凌城的丐帮头子，但是我会成为一代豪侠，我的名字将会传遍9方10界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混？到时候有你们份儿。呀，公子。你为什么叫我公子啊？我看他们都是这样自称少爷的，这样有家的感觉，好吧，随便你。不过呢，我只会把你当朋友。走。好的，公子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第一步，让这座城冠上我的姓。哎，对了，这小子叫什么名字呀？莫问。